新德县的古迹北部朱天宫已经有180年的历史啊，嘛是在地人的信仰中心。伊伫去年发现讲寺庙因为年久失修，真侪所在这个大条叉拢会钻起，还佫会漏水。庙方也决定讲要来进行修复。到今1年过去啊，总算恢复到应过原貌。以传统的客家八音庆祝古迹的修复完成。朱天宫是真侪来到北部佚佗的游客一定会来的所在，嘛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。为着这届的工程，佮邀请专门负责文化资产保存的老师傅，用上传统的工法进行修复。这个早做的方法，啊，许多是人还冇按穷用啦，哈，按讲啊，冇按穷用咧哈，因为叫他做这样，佮冇法当。你开始因为叫上水，上水些啲牙，得断牙一定要做平啊，只有到些做了削斜的哈，那个水就灌到这边来。原因是这样，原因一档些啊，原因一听牙错了做平啊，冇做平，水会流，咪削落一边，啲流水的原因是一样的。朱天宫自921第一档修复了后，到这站伫要挖20档，佮经过几摆第一档，老建筑内底早就出现结构问题佮漏水状况，包含了我们的屋檐的塌陷，然后屋脊的裂开，还有瓦片的损毁，所以就会有一些就是漏水的一个状况。所以呢，这一次我们就针对这些损坏来做一些修复。这一次最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次的修复，我们邀请到8位文化部认证的一个匠师来进行这个修复。新德县文化局讲，朱天宫修复了后，即马北部内底所有的历史古迹建筑，拢已经完成修复的工课，相信对地方的深度旅游甲文化观光会真有帮助。记者刘君豪，新德报道。